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朴树朴。朴树朴是咧学老人学问真饱，捌真多，伫咧专业的领域真杰出，徛带头的地位。公为人，学识渊博，在专业领域是翘楚，居领导地位。譬如讲到做茶，伊是朴树朴；若要讲伊第二，无人敢讲第一。阮阿公风水地理真内行，历来闹这方面的疑难杂症，拢是咧找阿公帮衬。因拢讲阿公是朴树朴。朴树朴本意是好话，到尾啊，嘛互人用来甲人考试。卖弄知识，言过其实，说得天花乱坠，对讽讽刺是朴树朴，都是考试人假熬爱电，未朴假朴，不懂装懂。这位警察阿伯讲真熬查案，无论是毒品、枪击、掠缴，拢真强，袂输是朴树朴。也毋过做30年的警察，才查到2台车。有一句俗语，朴树朴，朴甲地纸落，都是咧讲笑体，看起来哪像学问真饱，但是头壳顶毋是地朴树无啊，是地纸落啊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朴树朴实在真趣味。